今仔日是521連假的第2天，高公橋有高過道了後，這國道上北的車勢愈來愈濟，尤其是國道5號，可能是會一路塌甲翻點過。天氣的部分，氣象署表示，到後禮拜3進前，全台灣攏是濟雲到好天。不過，風台米克拉是按算拜4、拜5會上倚近台灣，時到可能會落雨。521連假第2天，各地出現出大日頭、好天的好天氣。中央氣象署講，一直到下禮拜3進前，各地大部分是好天細雲、懸溫真熱的天氣形態。部分的所在懸溫可能超過38度。也不過，這款的天氣形態會在下禮拜來出現變化。因為20透早2點外，熱帶性低氣壓已經正式來形成今年第7回風台米克拉。太平洋高壓比較偏強，它可能比較偏西一些才北轉；比較偏弱的話，它可能北轉的速度或者是方向也會比較明顯，就會比較遠離台灣。所以關鍵來說是整體太平洋高壓的強弱。氣象署講，下禮拜4、拜5會是米克拉風台上倚近台灣的時陣，太平洋高壓強弱是風台路線也個影響台灣重要評估，無排除發布這個海上警報。也過因為各個無雨無色差異性真大，另外還佫看賣。另外有521連假攏是好天氣，真儕民眾攏出佚佗。佇國道部分的路況，高公橋有高20國道交通量規工是109萬車公里，是平常時的1.2倍。有禮拜六下晡4點開始會出現上北的車流，國一的西里到保養系統以及苗栗到湖口，也有國三的德山到中興這個路段攏開始塞車。嗰個宜蘭到北南是對下晡1點開始會出現上北的車流。今天的下午會開始陸續出現北向的車潮，所以建議要北返的用路人可以在中午12點以前就出發使用國道。那如果要走國五的話呢，建議現在就可以出發上國道。高公橋提醒各個上北車流可能要到半暝12點車流才會來疏解，呼籲用路人改行替代道路，避免塞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